这个女人因为10年前的一段恋情，不再相信爱情，但再次听到这个名字时，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颤，说她和那个男人现在正在分手中。那时，英恩在巴黎学习服装设计，与修婉相遇一见钟情，成为一对甜蜜的恋人。远在异国他乡的英恩，因为修婉带给他的感动和安慰，才拥有过短暂而绚丽的幸福。智叔从道勋口中得知，在国就是那个知名摄影师，感叹两人这奇妙的缘分。道勋也因为智叔对他外貌的嘲讽，来到美容院做皮肤管理，偏偏在这又遇到了智叔。他拜托道勋促成他与在国交往。智叔为了制造与在国见面的机会，提出给在国做专访。会长也很满意这个方案，让英恩全力协助此事。道勋接到电话，对方打算在采访前邀请在国一同用餐。他本来不想去，但听到对方是英恩，立马抢过电话决定赴约。餐厅内，英恩希望在国能隐瞒那天他顶替相亲的事情，不希望产生更多的误会，都只是突发事件而已。在国质问英恩，他和尹修婉也是突发事件吗？英恩没有回答，拿出公司的资料交给在国。在国继续追问他，难道不好奇他是怎么认识修婉的吗？英恩没有理会他。收到智叔发来的短信，他想与在国二人世界。英恩自觉地起身离开。在国气愤英恩的态度，直言他们是一样的人，都不会认真对待感情，但修婉是真心的。智叔来到餐厅，与在国共进晚餐，而英恩在外面一个人吃着汤饭。在国一直看着门外的英恩。英恩回忆10年前他在巴黎，虽然辛苦又忙碌，但是有修婉一直陪伴着他，给疲惫的他用心准备晚餐，忍不住抱怨这个突然消失的坏男人。英恩向闺蜜美淑倾诉，那个男人认识修婉。美淑不敢相信，那个把英恩的人生搞得一团乱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男人，竟然又出现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以英恩的实力，怎么会沦落到给智叔打杂，劝说英恩就此忘记修婉？英恩没有回答，借口挂断了电话。遇到烦心事你会怎么做呢？英恩选择用大扫除来清除烦恼。这时，醉酒的智叔突然出现，英恩打开门，门外的人竟是在国。智叔还不忘让英恩邀请在国进来。道勋忍不住赞赏英恩家的装修风格很有品味，但墙上挂着这幅画显得格格不入，完全就是业余摄影师的作品。智叔告知众人，那才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，认为这给了他灵感和安慰，只要在他辛苦的时候，就会在这张照片面前发呆。英恩解释明天还有新品发布，不能喝酒，随后独自回到了房间。在国找到英恩，质问修婉对于他来说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？英恩反问他应该要有什么意义，他曾付出了全部的真心，换来的却不过是冷暴力分手。在国这才意识到，英恩并不知道哥哥去世的事。原来10年前在首尔，英恩在咖啡厅等待着修婉，却迟迟没等到他来。天空也下起了雨，拨通修婉的电话却无人接听。修婉正在雨夜中飙车，看到英恩打来的电话，焦急地加快了速度。咖啡厅已经关门，英恩却还是没有等到修婉，只能失望地冒雨离开。失落的英恩决定不再相信男人和爱情，也不会再对男人付出真心。告知在国，他不是跟修婉分手，而是跟在那个雨夜中悲惨的自己分手。英恩认为他能拥有现在这样的人生，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的。既然智叔已经认定了他，会长也吩咐他撮合两人。面对现实，他只有这一个选择。在国拉住准备离开的英恩，英恩因为修婉突然的冷暴力，一直备受折磨，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下定决心，以后就走好自己的路。几人离开英恩家，在国又回到了英恩家门前，摁响了门铃。英恩看着监控里的在国，犹豫不决。在国不断摁着门铃，忽明忽暗的灯光，就像两人此时混乱的心情。英恩还是打开了门。在国见到英恩的这一刻，终于意识到一切的理由都只是借口罢了。他只是想要确认英恩对他来说到底有多重要，随后一把抱住他，深情吻上了他。与在国昨夜的甜蜜不同，道勋却仿佛失去了灵魂。原来昨天他出于好心送智叔回家，醉酒的智叔却将他错认为在国，向他一番真情告白。突然司机一个急转弯，两人吻在了一起。在国听到道勋昨晚的经历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英恩这边也并不顺利，本部长正在斥责他，原本要发布的新品，现在却被抄袭低价贩卖在市场。这次的损失他打算如何挽救？原来当时工厂的车市长为了感谢英恩的帮助，送来了泡菜，在新人素英这里看到了还未发布的新品画稿，将他们都临摹了下来。素英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，崩溃痛哭。会长只好决定将新品都废弃处理，原定与在国的采访也只能取消。素英愧疚地主动递出了辞职信，但英恩并不接受。他认为犯错之后逃避是最无能的行为，应该想办法尽力去弥补这次的损失。英恩来到车市长的工厂，他设计的衣服正在被大批量的生产。车市长十分理直气壮，认为抄袭是常有的事，他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这样做的。英恩让他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做好打官司的准备。英恩来到市场，看着他辛苦设计出来的服装，如今却用着廉价的面料、粗糙的工艺挂在各个档口。想到在国说过，只要按着自己的心去做就好了。拨通电话让组员联系工厂，不要将新品废弃，会在今天如期上市。组员担心这样做会适得其反，网上也已经有舆论说假货才是真品了，但英恩坚信原创是不可复制的。回去的路上下起了雨，没有伞的英恩手机还掉在地上。
狼被捡起的时候，在国撑着伞出现在他面前。在国知道殷恩因为新品抄袭的事，忙碌一整天还没有吃饭，让他至少开心的吃一顿饭。殷恩想到修婉也曾说过一样的话，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在国告知殷恩，修婉是他的哥哥，并且在10年前就去世了。